Hello, welcome back.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。在上一期视频中，我和大家一起了解了和月亮有关的毛利神话传说 Rona 和月亮的故事。那我也收到有朋友给我私信说，这个故事简直是毛利版本的嫦娥奔月，也跟我分享了他对于相隔万里的两个国家、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民族有着如此相似的神话传说。在过去的周一，刚好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，中秋节也是一个关于团圆的节日。那么在上一期视频发布结束之后，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了一个毛利词语，那么它就是 Kotahitanga。那么这期视频我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毛利世界观中的 Kotahitanga 它是什么意思。那么首先呢，这个词语 Kotahitanga Ko 是一种让动词变成行动的前缀，有点像让它成为这种意思。而 Tahi 在之前我们做过的视频里有讲过，它是一的意思。而 Tanga 是一个名词化后缀，它是使动词变成名词，表示一种状态或者一种抽象概念。那么合起来 Kotahitanga 它的直译就是使它成为合一的状态。但是在这里要注意哦， Kotahitanga 它的使大家变成合一的状态，并不是让大家都变成一样，有点像我们所说的团结精神。我很喜欢这个词，它不只是说大家作为不同的个体、不同的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，它甚至和我们常常说的团圆这个概念也很像，讲的是那种人和人之间、民族和民族之间的一种连接，或者换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和而不同。其实这样子的概念除了华夏文化还有毛利文化，世界上好多原住民族都有相似的概念，大家所做的也就是Kotahi 这个概念。不同的原住民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还有语言，而大家都在做相同的一件事，那就是努力的守护好自己的语言和传统。那么近几年联合国也是在不断的向大家呼吁，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，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值得被看见、被尊重。每次当我用Kotahitanga 这个概念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就会很容易发现，其实每个文化的不同不是一个隔阂，也不是距离，更像是一种通往理解的桥梁。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、土著民族，都在努力的保护、传承自己的文化和语言，而大家的不同又成为了一个多样性的整体。在你心中 Kotahitanga 是什么样的呢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毛利词汇和它背后的文化故事，别忘了关注我。那么下期我们接着讲 Kotahitanga 以及与它有关的一段历史 Kotahi movement。我们下期见，Kakiteano。